各位看官好，我是曹雨虫，今天我们一起游览南京夫子庙边上的江南贡院。现在这个景区分为南北两部分，北边是博物馆，南边是场景展示区，可以买联票也可以单独买票。为了直观一点，我就去这个南边的展示区部分。一进来，这个上面是秦淮灯会嘛，上面都是一些鲤鱼形状的灯笼，鲤鱼跳龙门。当时的学子们是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实现阶层跨越的。这边三个匾额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考试1、2、3名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科举考试的流程，首先要经过院试，成为秀才，然后再经过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，才能成为进士，入朝做官。再往前走，这边有个南国放榜的图，大家都打着灯笼，在墙上找自己的名字呢。这边有一个实物的榜，其实是块碑，上面刻着中国历代状元的名字。纵观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，参加考试的人不计其数，但是中状元的只有649位，平均每3年才出一个，所以远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简单。这边的景区是挨着秦淮河的，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，每天晚上做画舫夜游也是这里的常规体验项目。这边也是一个坐船点，江南贡院码头。继续游览，这里就是考场了，古时候叫做号舍。江南贡院在清代鼎盛的时候，有这样的号舍20644间，每门考试，考生都要在里面住上3天2夜，吃住全在里面，连去上个厕所回来，还要在卷子上做个记号，所以大家都不敢上厕所了，就地解决啊。还有把屎藏在袜子里的。然后每年南京乡试的时候，都正值秋老虎季节，3天下来，那个味道叫酸爽啊。还有他们晚上就睡在后面那个板上，想想现在的高考条件，简直就是天堂啊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科举文化的展示，考试被录取叫做登科，登科不仅可以当官，还能名扬乡里，是许多读书人的毕生追求。然后在建筑、生活器具等方面也都有反映，比如这个是清代的石雕，三元及第，就是连中3元的意思。这个是寒窗苦读，激励人们奋发图强。这个是一路连科，音译就是一路科举考试连连过关。这个是清代的鱼跃龙门的金漆木雕，通过龙门排放和跃动的鲤鱼等图案，表现出人们的美好愿景。古时还有一种耕读文化，这其中既有归隐田园的人生境界，又有入仕报国的理想追求，也常见于古建筑的装饰中。这里还有一个名词叫孝廉，指孝敬父母，办事廉政。原来符合这2点的就能当官，明清之后不行了，但是孝廉作为道德的评判标准，还是渗透在选官用官的方方面面。我们看这里有几个历史上到江南贡院考过试的名人，这位叫吴敬梓，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，著名的讽刺小说家，但是他在这里也是屡试不中，后来就回去写小说了。这位是郑燮，大名鼎鼎的郑板桥，扬州八怪之一，在这里考试，金榜高中，后来去山东为官，政绩显著，最后客居扬州，以卖画为生。这位是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吴承恩，在这里考了许多次，直到42岁才考上，60多岁时才被任命为浙江长兴县城，大器晚成啊。这位就更有名了，江南4代才子之一的唐伯虎，在江南贡院参加乡试，
高中第一。但是第2年在北京参加会试，因卷入舞弊案，从此无缘功名。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，公元1368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后，即乡试、会试于此。后朱棣迁都北京，这里留作乡试的考场，后经不断扩建，至清光绪年间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考场。继续往前走，我们这边又看到秦淮河画舫码头了，前面有座桥叫文德桥，桥右边这一带就是我们去过的夫子庙、学宫和江南贡院，都是读书的地方。桥那头过去就是各种妓院，秦淮发烟袋的地方，所以说君子不过桥，过桥不君子。最后这里还有一个魁星阁，里面有魁星的像，传说魁星是个才子，曾年中3元，却因相貌丑陋惊吓了皇后而被逐出皇宫。后来玉皇大帝送他朱笔一支，让他掌管人间的科举文运。魁星阁后面还有一座假山，可以爬上去看看秦淮河两岸的风光。好了，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一个视频我们去过桥不君子。关注草履虫，为您不断打造旅游视频攻略。